台南市政府伫今年2月初才发表，要伫平实营区起社会主体，调向台南信义区来规划。想袂到1个月后，竟然传出有夜市业者要伫平实营区来申请经营5000平的夜市，而且已经伫地上来画架啊、有水电。议员质疑，到底敢有申请合法，或者是背后有人咧撑腰？既然市府有这样子的宏图大志，要做台南信义区，你不要让我们老百姓被你们糊弄的精神错乱。交通错乱，景观错乱，未来的前景到底是什么？市民乡亲给民进党朋友那么高的选票，你告诉我们要帮我们擘画一个台南信义区了，请问一下，这样子下去会不会让我们乡亲百姓问，原来信义区就是这边的50万1坪的豪宅，以及这边的，当然我不知道未来这个摊商夜市的呈现是什么？现在我们的业者已经对外沸沸扬扬想说啊，我们这个即将要完工了，那也已经开始在招商。目前我们知道说一个是4000块的费用，那仅有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大家会很质疑，到底这个背后有极大的什么利益关系吗？为什么我们的业者会这么的着急，在还未经由市府通过这个证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招商哦，还没有申请就已经大兴土木，从过年前就加紧施工了。因为他认为说无合法的嘛是会当营业啊，你也唔敢给他安怎啊？因为牵涉到这摊商因的生计啊，他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认为说在台南市48个列管的，结果只有14个是合法的。那么30几个还可以生存，表示它也可以属于那30几个里面啊。这是市政府的管理机制在哪里呀？对此，市府经发局市场处回应，目前确实有业者提出申请，不过市府搁伫审核的当中。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还有我们的朋友这个业者尚未取得核准那请市民不要以讹传讹说他已经有取得这个相关的许可，这个是绝对没有的事情那业者的这种行为可能已经有触法之余那也要在这边呼吁这个所有的市民千万不要相信。那另外我们有另外补充的一点我们对于所有的申请案都是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公开的也不会有党派之分。议会国民党团表示，当初市府将平实夜区开发调向台南的信义区来发展，现在变成夜市，不但让人有错乱的感觉，而且业者搁伫还未取得合法的执照进前，就对外来招商，背后牵涉到庞大的利益。议会除了要求市府要严格把关，另外嘛希望检调单位会用介入调查，看是毋是有涉嫌图利。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